喜秋万丰宫每12天举办一届三条王朝大典。今年结合南区公所甲伫5大高背景的宫庙，举办台南400万丰王朝南区民俗的圣典活动，日前照典圆满。28号暗时举办平安宴，现场还佫举办点灯的仪式，将王船甲伫3府千岁以上的示意图做成大型的广告看板，希望来年平安。造桥已经完成了，今仔日叫着大家共同来参与，咱有180几道的迄个叫工作人员甲服务人员，当来遮。咱今仔日有一个迄个叫点灯的仪式，起灯的仪式，就是讲咱甲造桥，迄个叫咱3府千岁，甲咱的王船，请王的王船来迄个叫展示一个，咱有一个示意图，就是伫咱后壁遮，这个示意图伫后壁。这个就是讲，咱要留着，互咱的信徒咱的乡亲人了解讲，这边的迄个叫造桥，圆满完成了，咱佫有留一个船底伫遮，互咱大家保一个怀念的心态。就是咱3府千岁，就算做咱的神威显赫。咱的王船遮顺遂，这边一切代志拢很圆满。现场包括市长黄伟哲、民政局长江玲煌，还有立委陈廷辉，以及座位的地方议员代表拢出席，场面盛大。整个这科就已经圆满了，中间经历足侪人的付出心力，出钱出力，我想咱王爷一定会保庇大家拢平平安安。拄好今仔日是12月新历12月28。不过3天就要过年所以伫遮大家拜一个新历的早年，祝福大家平安幸福。感谢万丰宫长久以来，那是咱社区的信用中心，嘛是咱台南市非常公营的一个信用中心。对着人心的这个善化，对着咱的社会和谐，对着咱。城市的进步拢有足大的帮助。咱的建设圆满，互咱地方更较好，互咱台南更较好，互咱台湾愈较进步，这也是咱大家共同的目标。所以伫遮再次感谢大家。平安宴总共是开186桌，现场庙方并且办证各机关团体、友乡以及各级学校、个人等颁发感谢的匾仔。感谢各位对这届照典的帮忙，甲赞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